各位朋友大家好，我係權哥。今日係24節氣嘅小寒，小寒不算少，懶得咁啱得咁巧，係冬季倒數第2個節氣。雖然大寒仲未嚟到，但係好多地方小寒都仲凍過大寒㗎。中醫話齋，小寒養陽防寒濕。呢個時候人體最容易出現關節酸痛、腰酸背痛、怕凍乏力，特別係長者同埋陽虛體質嘅人要特別注意。飲食方面可以食多啲牛肉、羊肉、韭菜、胡椒之類溫陽暖身嘅食材，搭配埋生薑、桂圓，當歸煲湯效果仲正啊！記得手腳保暖，瞓覺前浸腳，艾灸命門、足三里，效果都好唔錯噶。權哥提你，小寒養陽氣，唔淨只係着多件衫，而係要從內到外金熱起嚟，藏好陽氣，先至可以守住健康。